吓死我！现在手都是抖的。还有个女的在里边已经不见了，这个男的下去转了一圈，没有找到人。哎呦，抖死！我给你们拍点现场直播。碧云路上，你看看这车互撞，你看这人，哎呀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小孩，你看这人冲跑了，人冲跑了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呦我妈呀！拉着东西，哎呀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孩子，一个父亲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呀，小孩冲跑了，人冲跑了。我靠，人家闯走了！快！这老大哥，今天是7月20号下午6点半左右，6点半到7点，这是陇海路、京广路交叉口下面。我手指的方向是火车站，左侧是铁路局。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水大概有多深，下面还有2个人在窗上坐着。